位於擔當，他的名為策士與權能，他保護他的兒女於珍寶，他熱心必要成全這事。你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這是他向我應許，幫助我當我在困難危急，讓我全心信靠你應許，讓我享受你昂貴的甜品，教導我你神聖的言語，幫助我當困苦艱難來臨，牽着我走向慈父的手，每一天每一刻飛逝無